个台南的梅岭等咧大出，今年雨水充足，梅啊比旧年较大粒。讲这个梅啊愈大粒，绩效愈好，民众的接受度嘛愈悬。台南南西梅岭即马当是青梅出产期，树仔顶面的梅啊拢真缩结，农民无用甲慢来青梅，用分果机来包装，尾啊送去市场卖。农民口红并讲，今年的雨水多，所以果子比旧年较大片。旧年因为佫无雨水啊。影响到伊成长，所以旧年拢足细粒。今年梅岭青梅果子的成长嘛，因为伫咧无共海拔的所在，伊的气温会影响大细粒，所以果子愈大粒，绩效愈赞。因为你也像旧年这款货拢是落工厂加工用，所以这就是绩效就迄6、7块尔。爱叫梅仔酒和梅仔菜品种，农民靠访问讲，会当把握这段时间来买梅岭出产的青梅。伫咧休假日，市府观光旅游局冒办活动。民众会当报名参加叫梅仔酒的体验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